曾經有一個家長問我個仔有輕度嘅肢體障礙，患有深度嘅自閉症，淨係領取緊呢個普通傷殘津貼。佢中學畢業之後，行為情緒都非常之混亂，完全去唔到工場，日夜咧都非常之多行為情緒問題，有時候甚至突然間唔見咗佢，又唔肯沖涼，沖涼又污糟邋遢，夜晚又唔肯瞓覺，搞到間屋好似垃圾收集站咁樣。我真係覺得好攰啊！為咗照顧佢，我根本返唔到工。佢可唔可以申請高額傷殘津貼啊？要知道呢個個案可唔可以申請高額傷殘津貼，咁就要睇下佢符唔符合高額傷殘津貼嘅條件啦。香港現時嘅傷殘金分為普通傷殘津貼，適合身體處於嚴重傷殘，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協助，但夜晚唔需要別人照顧。第二種係高額傷殘津貼，申請條件大致上同普通額一樣，只係當事人夜晚都需要別人去照顧，當然最後都要係由醫生去評定嘅。除此之外咧，佢亦都要符合居港嘅要求。特別注意嘅係18歲以下嘅人士可以豁免居港年期嘅要求。普通額同埋高額嘅申請都必須經過衛生署或醫管局證明為嚴重殘疾人士，情況不少於6個月。而有一點好多家長都係唔知道嘅，就係如果你嘅仔女住喺呢個政府資助嘅院舍，或者醫管局轄下嘅機構住院，或者係特殊學校寄宿，即使佢係高額傷殘津貼嘅領取者，都只會降到普通額，即係由2026年2月起計，原本由4280蚊嘅高額傷殘津貼會降至2140蚊。好多家長入咗院舍之後先發現。除此之外咧，申請呢個殘疾金咧係冇資產嘅審查㗎。當你領有殘疾金，你就可以申請2蚊嘅乘車優惠，申請殘疾人士登記證，享有該證各項嘅優惠。詳情咧可以睇殘疾人士登記證嘅相關影片。照顧者咧可以申請為低收入嘅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嘅生活津貼。除此之外，合資格工作嘅高額傷殘人士更可以申請每個月5000蚊嘅津貼，聘請照顧者協助返工。詳情可以睇嚴重殘疾人士申請資助聘請助理返工嗰條影片㗎。而傷殘嘅定義包括喪失義肢嘅功能、喪失雙手、雙手拇指同埋所有手指嘅功能、喪失雙腳功能、完全失明、全身癱瘓、下身癱瘓、因疾病損傷或導致長期臥床、失聰程度達至85分貝或以上，或者喺75至85分貝之間，而同時有其他嘅身體殘障，仲有心智機能嚴重缺陷等等，你哋都可以請醫管局嘅醫生做評估，由醫生評定申請人嘅殘疾程度，然後帶齊文件去屋企附近嘅社會保障部申請。但係一般醫生會將申請信交俾醫務社工，由醫務社工代為聯絡社署。社署收到醫生交上嚟嘅申請信，會聯絡當事人帶齊文件去社署保障辦事處辦理就得㗎啦。但係大家記住，如果你唔係永久傷殘，就要定期續期。我見過好多人唔記得咗到期日，結果幾個月之後收唔到津貼，先至發現，然後再去睇醫生重啟。好多家長都會因為咁樣誤期而唔開心，覺得少咗幾個月嘅津貼。其實大家係唔使擔心嘅，只要你盡快重新續期，社署會幫你追補翻之前幾個月嘅津貼金額。但係有一點大家必須要謹記嘅，由於只有醫管局嘅醫生可以批出呢個殘疾人士嘅津貼申請，所以記緊要保留定期覆診，哪怕係1年或者2年覆診一次。當然，如果你已經批咗永久傷殘，咁就冇問題啦。但係我都係繼續建議你保留政府嘅覆診。點解？睇完另一條片，關於申請基金購買輪椅呢類嘅復康用品注意事項，
你就知道點解㗎啦。講返啱先故事中自閉症嘅男仔，由於佢日夜都需要緊密嘅照顧，所以最後醫生係批咗佢高額傷殘津貼㗎。有人問領取傷殘金可唔可以返工？當然可以啦，因為申請傷殘金係冇入息審查或者係呢個資產審查㗎。